如果大家有留意呢2年嘅市道，都知出邊二手錶市場嘅氣氛確實係相對沉寂，甚至好多熱門型號嘅炒價都回調緊。不過我哋啲普羅大眾接觸到嘅零售市場，同國際一線拍賣行反映緊嘅最頂層收藏家世界，真係兩個平行時空嚟。啱啱落幕嘅2026香港蘇富比春季珍貴名錶專場，竟然創下咗高達港幣4億1423萬嘅總成交額，直接刷新咗亞洲單場鐘錶拍賣嘅歷史最高總金額紀錄。呢個實際數據好直接咁話俾我哋知，頂層收藏市場嘅資金流動性依然好高，只不過係呢批最精明嘅高端資金，一早已經默默由過去幾年飽和晒、炒作成分好高嘅大陸現代量產鋼錶撤離，全面流入到具備工藝底蘊同歷史稀缺性嘅新賽道。我哋依家就睇睇當日最關鍵嘅指標。喺經歷咗足足13個鐘嘅馬拉松式競投之後，成場拍賣創下咗高達97%嘅總成交率，即係話全場幾百個拍賣品之中，只有極少數出現流拍。根據官方公佈，當日總共吸引咗來自全球50個不同國家，超過800名登記買家喺線上線下活躍競投。而當日全場嘅焦點所在，絕對係一個名為 The Shapes of Cartier: The Finest Vintage Grouping Ever Assembled 嘅獨立私人珍藏專題。呢個專題入邊總共包攬咗82隻跨越唔同年代嘅古董 Cartier 造型腕錶。喺拍賣之前，官方專家嘅總預估價大約係1500至2300萬。點知現場一開錶，全球多方電話瘋狂加價，最終呢82隻錶創下咗8%成功售出嘅白手套佳績。成個專題總共斬獲1億0800萬，對比股價足足超出咗接近7倍。跟住落嚟，我哋就睇下入邊幾隻打破世界紀錄嘅拍品。第一隻最矚目嘅，莫過於呢一隻1987年製黃金版本嘅 Cartier London Crush 經典不規則造型腕錶。官方原本嘅估價係320萬至600萬，但當日經過10幾輪嘅拉鋸之後，最終以驚人嘅1561萬6千正式博取。呢個價格唔單止比高估價高出咗2.6倍，更加同時刷新咗 Cartier 所有手錶款式喺全球拍賣史上嘅最高 benchmark。但如果講到當日身價漲幅最誇張嘅，其實係呢一隻 Paris Opal Skeleton。呢隻結合咗巴黎製錶工藝同精緻鏤空雕刻機芯嘅作品，由於極少喺公開市場露面，官方原本嘅估價非常保守，只係40至80萬。點知當日嘅收藏家互不相讓，最終年佣成交價竟然高達742萬4千，比起估價足足高咗18.5倍。除咗呢兩隻大熱門，同場入邊啲平時被大眾忽略嘅小配件或者特殊造型中，同樣錄得非常驚人嘅數據。好似呢個胡桃造型黃金打造嘅古董 Purse Watch， 原本估價只係4至6萬，最後竟然以96萬成交，超出咗高估價足足16倍。另外一件 Art Deco 黃金配黑色珐琅嘅 Clip Watch， 亦都拍出咗76萬8千。超出咗高估價接近10倍。呢啲數據全部反映出頂層資金對於有歷史出處嘅獨特設計，競投空間非常之大。除咗 Cartier 之外，呢次2026春拍嘅另一個重要數據係市場正為90年代初至2000年代初期嘅德國高級鐘錶以及一代獨立錶匠進行一場價值重估。當中最具代表性嘅係一隻1998年製阿拉亞奧蘇納傳奇作品，呢款搭載咗極高難度芝麻鏈傳動系統，兼且全球產量少於20隻嘅腕錶，官方最高估價定喺240萬。最終喺現場買家熱烈追捧下，以1036萬8千博取，大幅超出高估價接近4倍。呢個亦係歷史上首次有新古董級別嘅朗格突破8萬美元大關。與此同時，近年深受獨立製錶愛好者關注嘅 Danny Rolf 亦都交出咗亮眼嘅成績表。
好似當晚一隻採用標誌性雙橢圓形錶殼，喺90年代初期生產嘅雙面鏤空陀飛輪腕錶，官方最高估價定喺200萬，但喺激烈競投之下，最終拍出咗6784000嘅高價，直接寫下咗 Daniel Wolf 品牌有史以嚟最高嘅拍賣紀錄。由呢啲數據我哋可以知道，大資金越嚟越重視工藝底蘊同歷史價值。當然，好似 Patek Philippe 呢類傳統藍籌，只要具備頂級嘅歷史故事同清晰嘅出處來源，依然係國際游資最信任嘅 safe haven。好似今次拍賣會上其中一隻焦點，一隻1924年製極具歷史意義嘅黃金 Single Button Chronograph。呢隻錶係1926年由 Tiffany & Co 負責零售，上一次露面已經係29年前，即係1997年嘅紐約拍賣會。當年以創紀錄嘅40萬美元成交，並且登上封面。時隔接近30年後嘅今日，再次現身香港，最終以1536萬嘅高價成交。而另一隻同樣係極少露面嘅2552。呢個型號歷史上已知嘅只有9隻係採用 Platinum 打造，而今次呢一隻更加係歷史上唯一一隻已知由 Cartier 發行，兼且配埋原裝 Cartier Platinum 鏈帶。呢度仲有一個好精彩嘅歷史八卦，Cartier 同 PP 嘅合作關係喺60年代正式決裂，原因係當時 Cartier 非常強勢，堅持錶盤上只可以印有自己個名。PP 梗係冇辦法接受，憤而分手。而呢一隻作為兩大巨頭蜜月期嘅終極遺物，上一次現身已經係2006年，今次喺香港蘇富比一露面，直接錄得6016000嘅成交佳績，再次證明咗物以罕為貴嘅呢一個定律。跟住落嚟，我哋睇下大眾平時最常談論、流通量最高嘅鋼撈系列，喺今場蘇富比春拍入邊，Rolex 嘅表現同前面幾個品牌對比就顯得相對低調同平穩。今次成個專場都冇出現任何令人驚訝嘅打破紀錄個案，不論係大家平時追捧嘅5位數型號嘅地通拿，定係一啲罕有嘅古董型號，絕大部分最終嘅落取價都只係非常平淡咁落喺官方原本設定嘅估價區入邊。我哋直接拎今次拍賣行嘅成交數據同現時二手錶市場嘅實際價格做一個對比，大家就會有個 full picture。例如16518到6，蘇富比最終成交價大約喺20萬左右，而目前二手市場嘅行情大概喺20至25萬之間，數據完全符合官方預期。再睇睇另一隻 Neo Vintage 嘅代表，大約係2003年製造奶油色錶盤嘅116520，拍賣估價定喺24至35萬，最終以微微超出高估價嘅38萬成交。從呢啲數據我哋可以知道，近代嘅勞力士過去幾年瘋狂嘅炒作水分，到咗今日已經基本完全榨乾。從呢一個對比，大家可以好清楚咁見到，一啲量產型嘅現代熱門款或者炒作成分比較高嘅現代腕錶，無論係拍賣行嘅成交價定係出邊嘅市場行情，佢被捧高嘅空間確實已經見頂。過去幾年嗰種爆發性甚至唔理性嘅翻倍升幅已經不復存在。買家喺出價嘅時候變得極度理智同挑剔。今次2026蘇富比春拍結果帶出咗一個非常客觀嘅結論：頂層收藏家市場並冇受到外圍經濟或者普通零售二手市場沉寂嘅影響。對於有能力進行大型資產配置嘅高淨值收藏家而言，現時資金尋求保值嘅風向已經完全轉移到去具備極低產量、獨特幾何外殼同埋有重要歷史轉折意義嘅大師工藝作品嗰度，因為市場累積嘅真實紀錄已經證明咗，得呢一類能夠跨越時代考驗、不受產量威脅嘅稀缺設計，先至係跨越經濟週期嘅硬貨幣。呢集拆解拍賣行數據就分享到呢度。如果你對今次 Cartier 打破世界紀錄有任何睇法，歡迎留言交流下。我哋下次見。